由文化局创办的夜石头短篇小说文学奖迈入第3届，今年首度开放已经发表的作品参加比赛，由作家朱佑勋摕下首奖，台南市长恩伟摕亲自颁发奖座祝贺。很多文学奖也好，或者是小说奖也好，散文奖也罢，过去都是各自限制一稿多投。那但是叶石涛他文学奖他有非常宽阔的胸襟，他可以网罗许多得奖的这个小说作家来同台竞技。那今年有200多篇的这个作品，那我们只录取1篇，那可见是最厉害小说界的华山论剑。善于写作短篇小说的叶老一生大概写了100多篇的短篇小说，在他短篇小说当中，带我们看见了台南丰富的人文跟风土。那我们希望能够延续这样子的精神那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文学奖延续下去。得奖作品《南方的消息》是朱佑勋2022年新册《以下证言将被全面否认》的其中一篇。伫真济假实世界顶呈现出作者信任的写作技巧。这边是假想2047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湾跟周边的一些国家怎么卷入战争的一些恩怨情仇，这样，对啊，所以我就设定了一对中学同学，然后他们刚好在各种状况之下分属两岸的政府，然后中间有一些秘密往来跟情报交换的故事，这样，所以大致上是一个希望去想象台湾、台海各种国际局势未来的一个故事。本届参赛作品探讨议题相当多元，作品拢展现出台湾少年创作者的大胆创意，评审拢相当看好，期盼透过文学奖传承夜石头对土地的关怀，用文字凝约台南。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